对马乐福基金会广场的物资有热布、有洗衫精等实用的日常用品，这拢是全国工业总会号召农业工会甲厂商所赞助，而且这只是一部分，总共有95项产品，高达600多万的物资，已经分散到台南市创世基金会等4间福利机构。上午所有总会干部嘛专工对台北南下观证。其中吴伟铁伫社会局长的陪同嘛亲临见证，肯定总会成行，营造台南成为幸福友爱城市。岁末的时候，传统一般来讲，岁末大家就是发挥爱心，岁末冬寒，然后不管是募捐或是做什么，但因为今年比较辛苦，所以说很多机构他们都纷纷这个事实上需要大家的帮忙。那这个时候来的及时雨，就是工业总会的物资，然后看到堆了这么多，都是来自我们会员公司工厂以及会员的行号他们的一个捐书的爱心。那我想这个部分相当感谢我们陈常理还有蔡秘书长的一个努力，我相信各县市大家都很需要捐赠的物资，我们就依据各个机构所需要的，然后针对我们企业会员来募资，大概有95个品项，大概有那一个差不多2吨的这一个物资，还有大概差不多600多万。另外，我们也募集了100多万的这个善款现金，能够使这一趟的这一个关怀之旅能够达到很有效的，就像我们刚才市长所讲的，在疫情期间，然后这些物资应该能让我们台南的这些慈善机构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怀。经过了解，全国工业总会每一档税拨拢会到各县市捐赠物资和慈善团体，同时因应天灾地变，更是集资发挥爱心。今年来到台南，选定乐福、创世、中泰甲菩提林高院4个单位，除了物资，嘛有105万的现金，相当感谢。全国工业总会上阵，台南市上不上？台南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